候，我们一起来读第2节的歌词来。我主救主面前发悔，土地我误会，但我先主替我罪，主必撇下悔。这是第2站这条歌是一个祈祷的歌，这首诗歌是祷告的歌，所以最后我们会一起唱阿们。最后会一起唱阿们，是因为这条歌是我们一起向上帝恳求主真实的赐予他的祝福跟恩典。咱来听这一站，咱来听这一站，来。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请咱安静心，开始咱今日的敬拜，请走个。要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佮救赎伊的子民。伊对伊的仆人大别的家，甲咱设立一位大有气力的拯救者。咱三甲来吟俄罗圣诗，圣诗第231首，就向上帝来唱新歌，会众请起立吟全首。听上帝来唱新歌，伊行
表满满，上帝成就实现拯救，何人在堂承受？地内帮人的无就见，显明已经公平，是了一对一生的给主爱，信息无给，全地调出欢喜的笑。那上帝生命，大金饮食也本sau工，地主民间作难，对该一米拢着春夏。称赞上帝生命，以为临高心欢的放，公平心花艰难。听咱有行徛的，做用许多圣经做咱的信仰个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来启应，启应文第18篇，伫圣诗后面1031页，我来启，请会众来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愿伊用仁慈款待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因带世上万国，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保地有生产五国，上帝，阮的上帝有赐福互阮，愿上帝赐福互阮。愿天下万民拢敬畏伊。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愿一礼拜来出入的平安，无论阮伫顺境逆境，你拢是阮的祝福甲及时的帮衬。愿搁较感谢你赏赐你的爱囝，阮的主耶稣基督，诚做阮的救赎，互阮有份伫你的国度，搁有永远活命的愿望。主啊，你有教导阮。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搁听厝边亲像家己。阮伫即个界面下面来推动各部的事工。今仔日，阮也要伫遮召开会员好会，恳求圣神甲阮同行，甲阮同工，互阮所计划甲要做的事工，拢会当下主旨意。
甲顺利推动。堂教会诚侪尊主最大，爱读圣经，遵行主的诫命，互相相听，有关怀，有温暖、有活力的教会甲大家庭。竟然慢慢对安尼就知影，阮就是你的学生。由主带领甲掌管阮今仔日的礼拜甲会员和会，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第1章第8到15节，现代台语译本327页。大圣，我通过耶稣基督，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恁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我宣扬伊的囝的福音，用心灵伫服侍迄位上帝，通甲我做证。我常常笑念恁，不时伫祈祷中恳求上帝照伊的好旨意，甲我开路。互我无久就会当顺利去恁遐。我真爱见恁，通甲恁分享一寡属灵的温事，互恁坚强。就是我到恁中间的时，恁通过我的信仰，我通过恁的信仰，互相得到鼓励。兄弟姊妹，我真爱恁知，我真侪遍计划要去恁遐，通甲伫其他外邦人的中间共款，也伫恁中间修成一寡果子，毋久够胆也有主动。无论什么款人，开化也是未开化的，有智慧也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我迫切仰望，嘛会当将福音传予恁伫罗马的人。愿上帝赐福听耶话搁去行的人。赞美，但请圣乐队要赞美的诗歌是《玛利亚麦提考》。Maria,
听到听五处，特别是宣告者的祈求。来，下祝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就亲像咱的圣歌对因带咱所做伙敬拜上帝的过程，咧提醒咱讲，毋免啼哭，毋免忧伤，因为天使已经显明，上帝已经显明，伊的囝要过活。安尼毋免阁啼哭，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虽然外口天气无啥好，大家今仔日来到遮，可能嘛小可有淋着雨，还是安怎？总是相信，这个啼哭甲忧伤的时间会过去，伫咱的生命中，上帝搁活的快乐会伫咱中间。所以，这时我要邀请咱的附近的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愿上帝祝福平安，甲你做伙。你也愿意嘛会当起身，甲附近的兄弟姊妹请安问好。甚至你会当手到比你的手较小的迄个人为止吼。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阮相信你过活的性命就伫阮中间，因为安尼，阮知，阮毋免阁啼哭，毋免阁忧伤，求上帝赏赐。的快乐就甲阮做伙，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古代的希腊罗马时阵的批信，通常会照固定的迄个格式迄个固定的形来写。伫一张批古早一张批即摆挖出来的一寡考古的文件嘛，看会到。一开始就是写批的人甲受批的人，然后有一个短短的请安，通常讲愿你喜乐，通常短短的请安所以这就是咱读到罗马书的第1节到第7节。当时这我顶边有讲过，这个保罗所写的，甲别人写做无共款的这是一个真无共款的。写法，总是伊嘛是照迄个固定的迄个形式来写的。然后，伫伊真无共款，甲别人无啥共款的开始了，即张批刷落来，古早的希腊罗马的批信内底嘛，阁有一段，伫头前即段的写批人、受批人，以及祝你喜乐刷落来。嘛有一段，通常这段写批的人会因为因的神，古早的人古早人拢有无共款的神，会因为因的神来求上帝，求迄个神来祝福对方，求迄个神来祝福对方，也是一个感恩的祈求。所以这段其实咱今仔读到的这段，就是古早。的时代，希腊罗马时代嘛是共款，所以保罗嘛共款这个是叫做感恩的祈祷，甲古早的迄个当时的批信共款的迄种的形式。所以罗马书第1章第8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大圣，我通过耶稣基督。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恁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这个信德其实原文就有一字叫做信，总是这字信其实伫原文内底本来放伫无共款的所在，就有无共款的理解，所以会当解读做信心、信心嘛我对什么会信心？信息是迄个你本身互人会当挖靠信心信息上尾一个迄个延伸来读会当读做威信。你若对某一个人也是有信心，你就会威信互伊对吧？所以上尾
即字叫做唯心，会当读做唯心。现代中译本来翻做信德，信德，嘛会当安尼理解。所以，伫遮应该爱理解做恁的唯心已经传遍全世界。卡巴特捌安尼写，伊写讲，搁我伫遮就证明，搁我会开力，伫罗马嘛有基督徒。咱爱知影，罗马是啥物货？罗马对当时的世界来讲是世界的首都。无亲像，无啥亲像今仔日吼，今仔日世界首都，咱会当讲是纽约，会当讲是伦敦，甚至会当讲是东京吼。伫无共款所在，拢有真大的城市。总是当时全世界上大的城市，应该就是罗马。伫之前，咱即摆2000几年前的罗马。照估计，现在是若较估计，当时罗马城可能住100万人。咱来知影，这对古早迄个时代来讲，这是不得了的人数。当然，咱即摆的城市拢一群就爱超过200几百吼，甚至是上千。迄个规模，当然咱即摆规模袂当甲古早比。总是对古早来讲，这叫做全世界上侪人伫地的城市。所以保罗伫遮是咧感谢上帝，讲主耶稣所带来的改变，若伫遐出现，就证明伊是上帝的囝。罗马这个城市有基督徒，就代表罗马主开门。也表示，保罗这位主的奴仆来开门。罗马书第1章第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宣扬伊的囝的福音，用心灵在服侍，迄位上帝通甲我做证，我常常笑念恁。希腊文应该小可将上帝放伫上头前，因为保罗是安尼写，保罗是写讲，因为上帝是我的见证者，伊知影我时常伫基督中纪念恁。安尼是毋是可能更较清楚小看吼？总是真特别吼。保罗其实是用一个旧约的传统，旧约有啥物款的传统？就是人甲人中间的立约，检采立约了，对迄时就无搁见面。总是上帝是一位监察这个约的上帝，所以就亲像拉班甲雅各咧立约的时阵，拉班是安尼讲：创世记3 1章50节，你就会记得上帝伫你我的中间做证。所以上帝是人甲人中间的见证者，了解意思吼？上帝是人甲人中间的见证者哦。迄个老板是啦，雅各提醒啊，你毋通黑白娶哈，你未来啊，搁娶别个某吼，我这2个查某囝互你，你也黑白娶，我会找你算账，毋是我啦吼，上帝会找你算账。简单来讲是安尼吼，迄是这个词，这个话的后壁意思吼，老板原本的意思是安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嘛咧对罗马教会兄弟姊妹讲上帝是咱中间的见证者，咱拢互伊的福音所吸引、所影响。所以虽然咱有的人毋捌见过面，总是上帝就伫咱的基督中，上帝就伫咱的基督中，互咱会当相通、相识，伊会监察甲成全。罗马书第1章第10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不时伫基督中恳求上帝，照伊的好旨意，甲我开路，互我无久就会当顺利去恁遐。原文应该爱讲，伫我的祈祷时，我时常咧祈祷时，就互
迄个祈祷引带到美好的路。保罗伫遮其实是用一个复合的字，就是两个字写做伙的字。这两个字是希腊文的美好加路所组成的，所以会当翻译做，互我伫咱的祈祷中，伫我的祈祷中，互我要去的路无脱界。总是这只是这个时阵保罗的愿望。伊的愿望。那照《使徒行传》所记载，《使徒行传》27章到28章，保罗上尾去到罗马，是用一个加犯受审判的加犯的身份去的。然后去的时，伫迄个海上拄着风涌，然后千辛万苦下到罗马。这是伫《使徒行传》所记载，上尾保罗是安尼去到罗马。罗马书第1章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真爱见恁，通甲恁分享一寡属灵的文字，互恁坚强。卡巴特是安尼诠释，伊讲伫上帝路，行伫上帝路的人，彼此需要交流。行伫上帝路顶头，彼此需要交流，这其实就是保罗这个时阵的心情，总是咱知影，就亲像东方人共款，咱若要去拜访人，袂当双手空空，对无？咱爱炸一寡礼物去，对吧？所以保罗讲，伊会当炸去的礼物是啥物货？伊会当炸去的礼物，卡巴特是安尼形容讲，毋是通过伊内在的充实。嘛，毋是通过伊所是的迄个身份，是一个超越伊个人的视野甲开力对顶头来的本质。这靠巴特的形容吼，新学家形容真正真无简单。保罗用一个真特别的词，叫做形容伊所要带去的礼物，叫做属灵的文字。伫保罗火顶头，若有这个属灵的，就是指甲圣神有关系，对圣神来，或是互圣神管理。然后文字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文字其实甲请安内底迄个恩惠吼，保罗来改写做恩惠，也是咱会当翻译做恩典、义军共款。伫遮吼，文字是甲恩惠的义军共款，所以咱会当知是恩惠的具体的展现。了解这恩典，上帝恩典具体的展现叫做文字。那用字来看是安尼吼，就是恩惠具体的表现，就会当显现做文字。所以费这位神学家，这个20世纪的神学家讲，保罗所谓的属灵的文字就是福音啦。这会当安尼解读咯吼，会当安尼解读是福音。总是保罗嘛有可能咧对罗马的这群教会讲，我这个使徒，我有的这个使徒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文字。这个文字其实嘛伫咱的身躯顶头，恁的身躯顶头会当呈现。换一句话来讲，使徒是啥？使徒其实原文来看，就是受差遣的人，大使的意思。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拢有可能，保罗伫遮咧表达，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哦。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互上帝福音所影响，然后会当成做有使命的人。会当成做有使命的人，这就是咱，所以将福音带到普天的是咱共同的使命。虽然保罗的侍奉的特色，甲罗马帝国赞助人的模式完全倒变，伊虽然坚持家己使徒的身份，总是伊反对对顶头命令的这种宣教模式。伊认为宣教其实就是
团队的服侍，所有的人做伙服侍。你讲属灵的温书，其实咱来看古早迄个文献，只有出现伫希腊的古文献内底。是安怎？它会真做咱今仔日后来，咱真熟悉、详细啊，真做教会内底时常，今仔日的教会其实时常咧讲文书这个用词，其实就是对保罗来。伫保罗的批信内底，咱会当讲文书是啥物货？文书会当指上帝透过基督耶稣受死，搁我互人称义，得享永远的性命。这伫罗马书咱读得到，所以这就是福音啦。简单来讲，这就是福音，这嘛是肺所主张的。保罗伫遮讲属灵的文书，其实文书就是安尼。第二，这嘛伫罗马书内底造出来的意义吼，就是上帝竞选以色列百姓，这是上帝属灵的文书，咱来看会出来。第三是啥物货？是指对伫信仰内底对上帝得到的好，得到的好的物件，所以这就是咱今日所读到的。保罗咧对罗马教会的兄弟姊妹讲的。第四，才是咱时常认为文书是安尼，叫做上帝赐予无共款的信徒来起造教会逐款的能力甲积分。咱时常文书，咱拢掠做只有安尼意思尔，其实毋是哦吼，有5种意思。然后上尾是文书是啥？文书是上帝互个别的信徒真特别画出基督恩典的方式。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7节，保罗咧称讲，独身嘛是文书哦，真特别。听有意思吼，这是文书哦吼。啊，保罗讲啥？你独身嘛是文书啊，无得较爱结婚啊。吼，这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7节所讲的。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无共款的人伫无共款的情境内底，咱嘛会当透过咱的迄个情境来画出基督的文书，是安尼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简单来讲，对保罗来讲，啥物话叫做文书？咱因为信上帝的好，伫教会甲生活内底画出来，就安尼。这叫做文书，上帝对咱的好，所以咱会当画出来。罗马书第1章第1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就是我到恁中间的时，恁通过我的信仰，我通过恁的信仰，互相得到鼓励。好，保罗安尼讲，我虽然想讲要带这份礼物互恁对吧？其实检查这份礼物毋是我会当互恁的。恁嘛会当互我咧，是安尼哦，意思是安尼吼。检查这份礼物嘛，毋是伊会当早去的，是咱做伙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就会得到。然后这份礼物会当互咱亲像徛伫迄个关山顶头，下骹真深，总是咱嘛徛会稳。这是这个徛会稳的意思啊吼。12节上尾后，这个徛会稳的意思。然后咧，当咱做伙时，咱会当彼此起造。这就是头前迄句吼，迄个会当做伙起造。当咱做伙起造时，人佫会当得到伊的激励，圣神会激励这份恩典的祝福。罗马书第1章1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兄弟姊妹，我真爱恁知，我真侪摆计划要去恁遐，毋过到达也有阻挡。这个兄弟姊妹，这句原文是兄弟。只有兄弟尔吼，总是主要说是看所有尊趁伊旨意的人做伊的兄弟姊妹，这伫福音书内底其实就安尼表明。所以后来初代教会就彼此称兄弟甲姊妹，是安尼来的。初代教会对迄时阵开始到即摆拢是哦，所以
我有当时啊，咧甲人称呼伫教会内底，我会某某姊妹，吼，毋是看袂起咱啦，吼，某某姊妹，这其实就是惯用的用语，吼。总是因为当时希腊罗马的社会是迄个父权、迄个男性为主主导的社会，所以当时的人真习惯用男性复数来称呼全体，所以总是保罗咧称呼兄弟啊，其实就是指教会全体。所以现代中日本在直接翻译做兄弟姊妹，是安尼吼，兄弟姊妹。原文后壁是讲我唔愿恁唔知，这是古早批信真习惯出现的语言。另外一句就是我真爱恁知，嘿，我唔愿恁唔知，这个双重否定，其实是咧强调刷落要讲的话。同款吼，我真爱恁知嘛，同款双重肯定，这是一个真爱强调刷落要讲的话。保罗用这句咧来强调，伊要计划去访问罗马教会，已经真久啊。总是因为佫有阻挡啦，到呾佫有阻挡，因为有阻挡才袂当去。咱来知保罗开始伊的第二遍宣教旅程，是开始伫爱琴海的西边，菲律宾加帖撒罗尼迦。对，哎，出现啦吼！来，这条路是安尼去吼。保罗坐船去到菲律宾，好，菲律宾然后去到刷落去到帖撒罗尼迦。当时若对帖撒罗尼迦一路行往西，就是庇哩亚遐有一条路会当直接去到上西边的这个所在。这条路叫做艾格纳泰大道，迄是当时罗马所起的路。然后来当沿这条路直直去，渡过亚得里亚海，就会当到意大利半岛，然后就会当到罗马。所以非常有可能，保罗第二遍的宣教旅行，就想讲要去到罗马。听有意思吼？伊本来计划可能是，伊就一路去菲律宾、帖撒罗尼迦，然后去到海边，直接通过迄条路，直接去到海边，然后就坐船去到罗马。原本计划是安尼，总是伊伫帖撒罗尼迦去往昆毕，然后去结出境，袂使搁去了后，搁较有可能的是，伊这个时阵知影一项代志，就是皇帝出一个命令，爱赶犹太人离开罗马。皇帝当时出一个命令，这记载伫倒？记载伫《使徒行传》18章第2节。所以，皇帝就赶所有犹太人，是安怎吼？即摆搁无啥知影吼，是安怎？有可能有一个原因，总是毋知影吼。总是就是皇帝就赶所有犹太人出罗马，你这个犹太人去，可能嘛会拄着阻挡啦。所以伊迄时遐暂时放弃去罗马这个决定。罗马书第1章13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通甲伫其他外邦人的中间共款。嘛，伫恁中间修成一寡规矩，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用一个农业的象征，强调伊毋望去到罗马会当带人归主。好，强调这项代志。总是这个时阵福音已经传到罗马，所以嘛有人安尼认为，就亲像保罗家己安尼讲吼。保罗伫罗马书15章20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决意无要伫已经听到基督的名的所在传福音，则袂伫别人的地基顶起厝。
所以这是保罗这张批内底，保罗写伫后壁上后壁的所在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嘛有可能伊安尼写，伊讲伫罗马的信徒中间修成一寡规矩，检采是毋望因会当认同保罗迄个福音的使命，有份参与伫伊刷落要去西班牙的宣教计划。西班牙吼，咱伫上尾后会读到这段吼，咱伫上尾后罗马书上尾后会读到这段。罗马书第1章14节，做回来读这段经节，做来读来。无论什么款人开化，也是未开化；有智慧，也是无智慧，我拢欠因的债。迄个希腊文做希腊人、化外人、智慧人、愚妄人，这嘛是和合本的翻译方式。其实保罗伫遮是分做两组人。什么会叫做两组人？一组是叫做用文化来决定。希腊人表示的是什么会？表示受希腊文化讲希腊话的人，嘛包括当时伫罗马帝国掌权的人，了解意思吼？所以是这个希腊人受这个希腊影响的人，以及无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简单来讲是安尼，就亲像今仔日咱普遍伫若要出国，也是甲外国的人交流，真侪人拢用英文，是安尼吼。所以是伫有讲英文的，甲无讲英文的。简单来讲是安尼吼。保罗是安尼表达。第二组叫做有受教育，也是无受教育，就是智慧的甲愚妄。什么会叫智慧的？对当时的人来讲，只是表示有受教育，然后甲无受教育。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用这两种对比来描述所有的外邦人，同时嘛要对咱说明一项代志：伫上帝眼中无迄种关系分别。什么文化较好？什么文化较歹？无，毋是，拢好。所以讲华语袂歹，讲广东话嘛袂歹，讲台语嘛袂歹，听有意思吼？伫上帝眼中拢好，有文化无文化，有受教育无受教育。保罗讲：我拢欠因的债呢，我拢是欠债的人呢。原文是欠债的人，所以保罗是讲，我拢欠因的债伊是欠什么债啊？伊是欠钱，欠遐多是无？毋是哦吼，伊是讲，伊是形容，伊是上帝所派的使徒对无？大使，所以伊就有迄种互人归主的责任。这就是伊不得不一定爱去的原因。这就是伊不得不爱去的原因，就亲像卡巴特所讲的。卡巴特讲，国家的边界、文化的脱界，拢袂当互伊停止。罗马书第1章15节，做伙来读这条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我迫切毋望会当将福音传互恁伫罗马的人。实际上，所有的人拢需要福音，包括迄个传福音的人。咱来知影，咱若读路加福音第10章就知。耶稣爱伊的门徒出去传福音，两个出去啊，爱因啥？卖炸钱袋啊，卖炸什么货？意思就是什么货？这个传福音的人需要福音嘛？听有意思吼？伊出去，伊嘛需要别人接待，然后伊爱好心接受这别人的接待，所以传福音的人嘛需要福音。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亲像卡巴特所讲，什么人会当讲家己已经听见福音？事实上，奉圣职的伊知家己欠万民的债，信基督的罗马人就是万民中的一部分。福音是无论怎样一直提醒，也袂过头的物件。
马偕牧师伫1871年的年底来到中国，中国这个所在叫做汕头，汕头。当时英国长老教会已经伫汕头甲台湾有所在派驻宣教师。马偕是加拿大长老教会第一位外国的宣教师，因为因当时甲英国长老教会有合作关系，所以伊就伫遐受到接待甲欢迎。然后因就建议讲，马偕你是毋是会当留伫汕头？中国的这个汕头这个所在，马偕伫伊的自传内底安尼写，伊讲我决定先到台湾看卖啊，我无大成计划，总是一条看袂见的蛇，将我救到美丽岛。这段海劫的旅行是对我离开加拿大以来上尾的旅程，总是嘛上艰苦的旅程，因为暗时拢一面黑暗，海面拢一面黑暗，然后大风一直扫一直扫，海涌一直拨一直拨，然后阮伫岛屿的南部打狗来靠岸，打狗就是今仔日的高雄，今仔高雄，一位高雅少年下万医师来接我，伊用小船接我上岸。1871年上尾一天是主日，礼拜日，所以马偕伫打狗的一间英国的商行传十字架顶耶稣的福音。1872年的1月1号，马偕就对打狗出发，行26英里去阿里港。咱拢知阿里港伫倒？今仔日的屏东的里港，当时叫做阿里港吼。去见当时台湾唯一的牧师，叫做李修牧师。李修牧师互马偕伫因兜住26天，带伊迄当时带伊去南部9个教区，上时也教马偕台语上基本的八音。马偕伫伊的自传内底安尼写，伊讲：我要徛起伫倒，我要伫倒宣教。伊咧问家己，然后南部的宣教师对我讲：北台湾有城市真侪人，有平原甲山地，总是无人照顾因的心灵。伫遐无宣教师宣教的事业，也无基础。我随着感觉到，我受呼召去做这份工课。有一天，我李修先生讲。我决定要去北台湾来定居，伊真欢喜对我讲：马偕上帝祝福你。所以后来1872年3月7号，马偕甲李修牧师，以及后来去到府城载德马太医师，因3个人就对高雄一路坐船来到淡水。来到淡水的河口的时，马偕伫伊的自传顶头安尼写，伊讲伊北南看，搁台湾的内陆看，拄啊对迄个淡水的河口吼，即摆咧起一座即个淡江大桥，咱未来若有机会行迄个大桥的时，会当安尼北南看，啊搁内陆看，迄就是当时马偕的视野啦。伊安尼看了。伊讲有一种平静、清澈、有颜色的念头，相信这就是我的厝，我的家。我听到一个声对我讲，就是这个所在。这就是马偕，所以这个后来3月7号这天，就成做马偕北台湾的教会咧纪念马偕3月7号的日子吼。3月初9吼，3月初9吼。马偕上尾去到北台湾宣教的决定，我相信甲保罗这位宣教者的祈祷真类似，因为因圣神带因看迄个所在，看迄个所在
更较要紧的是圣神，互因带因去看见遐也未听见基督的所在甲人。然后一个上帝的大赛，主耶稣基督的大赛，就有一个毋望什么货？迄个渴望是福音就应该互人听见，互人感受到，福音就应该互人明白，互人相信。所以，什么人要去呢？就是有听见这个声音的人。迄个呼调其实就是calling啦，就是迄个有人敲电话互咱啦，吼，有人亲像迄个声音共款来对咱讲，呼调就是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生活的这个世界有真侪声音，咱嘛真歹专心去听见某一个声音。总是我相信，咱既然今仔日来到这，咱拢是互上帝叫来的人。我相信是安尼，咱拢是互上帝叫来的人，所以咱也知影确信咱是互上帝叫来，听了就爱去分享。因为上帝呼调的声，只卖搁咧出声，所以检测咱嘛会当学以赛亚，因为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读来。了后，我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着阮去？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咱爱知影，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上帝这个声音吼，其实是对，迄个是一个圣殿荣耀的所在。以赛亚书第1章到第6章的第1节到第7节，迄是上帝出现伫迄个圣殿内出现，然后上帝对所有听见的人讲话，讲我会当找什么人去，什么人会当为着我去。然后以赛亚一个戆戆的人伫遐讲，听着啊，我伫遮找我，真特别的呼调，总是咱也听见，请咱就愿意去分享，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有当时啊，耳孔亲像塌掉，听袂见，你要阮所讲的呼求，求上帝帮助阮拍开耳孔，听见你对阮的呼叫，帮助阮，互阮起身应答讲主啊，我伫遮，请找我。愿上帝的恩典，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甲来吟圣诗，圣诗第344首，救主耶稣愿意来听。会将请起立吟全首。
亏你大步，困求你相思。我是幸福，我命正路，只有主耶稣。你要替我担当艰苦，天的跑巴路，救主，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大步，困求你相思。阿门。请坐。起奉献，请陈美智、赵美珠技术来书献。会众请起立，三甲来吟奉献的诗。是愿到你圣殿，咸汤白白顺典。虽然不达结苦撑，願你甘納我所獻。听的主，阮为你想事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阮相信是你想事，阮才会通伫你的面前徛在。求你帮助阮，互阮所献的一切有利益伫你的囝儿、你的教会中，互阮所行的、所办理的一切事合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会众请坐。这是我来简单报告啦吼，所以请咱先开周报。咱简单来看后礼拜第一页吼，后礼拜的聚会内容，请服侍人员注意。第二页是小组的聚会加奉献明细，请咱也特别注意。第三页是后礼拜是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所以嘛请妇女事工妇女团契吼。做伙，咱会做伙伫这个所在，所以后礼拜伫台仔顶真侪拢是妇女吼。然后后礼拜咱会有进行主日学的会议，所以请主日学的老师甲同工注意这个代志。伫咱教会消息内底，咱也有注文三星的冲纸片吼，请办公室来摕吼。
然后妇女团契的姊妹，请注意，礼拜后会伫遮来练习。刷落3月1号，咱会所以刷来这个拜六，咱会举行祈祷会，所以请咱注意，咱做伙来参与。上时第一学期的奖学金已经申请，所以要请咱准备要申请的同学注意吼。3月8号，咱建筑长老的第2查某囝圣婷甲白婉要伫遮来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所以邀请咱做伙来参加。上时请咱为因来祈祷。上尾咱来看教界的消息吼，教界消息，上联部北区的讲座要伫咱的教会，日期是3月20号，然后邀请的讲座讲师是姚嘉文先生，所以咱若有兴趣，迄日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请咱咱的上联团契来报名。第2个活动嘛共款咯吼，第2个活动是因要举办上联中华上联部要举办去中越的5天的旅游，越南啦吼，去越南甲中国吼所以请咱来嘛是共款爱报名，这个报名可能爱较早小看吼，所以因为是64名吼，2团啦吼，原则上就是2团，所以请咱来当迄个64名限额啦吼，所以嘛是共款，请咱来报名。第3项是咱有一个教会中职甲同工的训练课程，所以欢迎咱3月15号、5月17、9月20甲11月15，咱会当去到新德教会来参与。上尾是3月7号，3月7号早起时。有一个妇女事工部，有一个妇女事，这个世界公道日啦，所以要伫拜5要伫嘉南教会来举行，拄好伫咱的教会边仔尔，所以请咱苏依林会长来报名，其他的邀请咱大家来看。然后补充报告，今仔日吼落雨，所以咱会友来到较少，所以为着要爱小食的食物吼，有加订一寡便当，所以便当会当优惠出售啦吼，所以咱会当加炸便当登去啦吼，优惠出售吼请咱注意来看吼，然后就是好 ，OK。咱来吟上经。中营，咱三角来吟圣诗第396首，打马散花。求主赐福，请起立。打马散花，求主赐福，我愿心中上快乐。大家给人亲爱辅助。我以君地主卡波，地主卡波，地主卡波，见归空也主传路，严更冠冕贵主性命，总愿心机免惊吓。尽力传播宝贝修行，世界为主最坚强，最苦坚强，最主坚强，无论得去最更坚，教会婚宴对阮最起。所修炼我那给天，阮的心是求主帮咱，那苦那在阮无限，阮的无限，阮的无限，孤灯充满红世间。当阮最后所祈祷的稳定，
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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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音乐灭倒。平安礼，请大家互相请安，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